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雲海玉公園裏面嘅高手啊。正邪兩派都各有一個超級高手，正派係唐曉蘭，邪派係孟神通。孟神通為咗得到正派嗰邊嘅心法，捉走唐曉蘭個外甥女要挾，搞到滿城風雨。論武功，唐曉蘭初初係勁過孟神通嘅，但係武俠小說入面啲正派絕頂高手好少出山嘅，喺背後指手畫腳。相反，邪派高手就好勤力咁大蝦細，搞風搞雨，令成長中嘅男女主角疲於奔命。武俠呢啲嘢不進則退噶嘛，孟神通咁勤力，當然俾佢練成絕世武功，殺咗好多人啦。同唐曉蘭勢均力敵嗰陣，先集眾人之力消滅到佢。我就唔明啦，點解唐曉蘭一定要等到最後先出手呢？趁魔頭未成形，落山一掌拍死佢，咪冇之後嘅問題咯。係都要等魔頭神功大成，再約你決戰，喺眾目睽睽之下打贏，令大家感恩戴德。喂，為咗咁樣贏一贏，害死好多人喎。講到尾，唐大俠都係想設一個舞台，深謀遠慮，等自己有機會表演啫。如果個個賊仔喺街邊打劫嗰陣就俾佢捉咗，佢叻晒咪係一個步快，點稱得上大俠呢？再講下孟神通，佢有個失散多年嘅女，就係女主角谷之華啦。當年谷之華走散咗，俾個姓谷嘅大俠執到。大俠見呢個細路女活潑可愛，收咗佢做義女，帶佢去拜女俠呂四娘為師啦。咁谷之華大個咗，就梗係有嗰啲本來同孟神通敵對，跟住發現我係你阿爹，勸孟神通改邪歸正。孟神通唔肯，但又唔捨得個女，相當糾結嘅劇情啦。問題就嚟啦，谷大俠明知谷之華係孟神通個女，但就唔將個女俾翻人哋阿爸，就算唔係拐帶兒童，都係十為不報啊。OK， 如果你話唔想個細路女跟阿爸學壞，想佢做正派，收佢做義女，都勉強講得過去。但係點解要俾谷之華拜呂四娘為師學武功呢？呂四娘成個門派擺明就係孟神通嘅死對頭，咁你即係整蠱個細路女，逼佢第日情義兩難全，分分鐘一個唔覺意殺咗老豆啫。谷大俠嘅講法係希望谷之華做正派俠女，洗清父母嘅罪孽。哦，積陰德，積陰德可以做好多嘢，唔一定要同親生老豆打對台噶。所以話呢，嗰班正派大俠表面上係好型，但係仔細推敲下佢哋嘅行為，總有自私得令人唔係幾舒服嘅地方，都係想自己有得型，反而唔及啲大魔頭咁淋漓盡致啦。